夜日五山如伫东区开一间无聊咖啡，昨下晡和两个恶煞呢，滚啊夹咧入去一直卡。经过了解，嫌犯敢若有话讲吴宗宪欠小煞来入去就卡。后来呢，人做伊走，警方伫今日透早抓到两名嫌犯，因甲警方讲是因为不满吴宗宪的主持风格，抑过吴山如的经纪人甲警方讲，因根本就毋捌对方，嘛无欠小问题。这个动机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。 两个乌衫的查甫人摕棍仔3甲6景行出店外，倏来行去边仔巷仔，甲棍仔凊彩一弹就落跑。因拄啊真嚣摆，甲人敲店。这个店头的头家竟然是艺人吴宗宪的查某囝 Sandy 吴山如。为什么要砸店？不管他调侃谁。面对媒体是吉点点22岁偏视嫌犯和32岁黄姓嫌犯，互警方真紧抓到。不过到底是安怎要甲人敲店呢？这2名嫌犯呢，是因为不满店家 吴姓男主持人爱调侃人的主持风格，所以酒后在店内滋事。伫咧台北市东区的咖啡厅，天门又落来无开店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昏下晡3点，当时店内阁有人客甲17个员工。两个嫌犯当时徛伫咧店门口，话讲吴宗宪欠钱，就为袋仔内底摕棍仔出来开始黑白卡。警方无排除可能和债务的纠纷有关系。怎么又变理智入来？又出来了，那里还有半。 吴山如和吴宗宪两个爸仔囝定定做伙上电视，和嫌犯是毋是有纠纷？经纪人向警方表示，两个人和嫌犯拢无熟悉，嘛无欠小的问题。不过即马咖啡店互人敲甲安尼，到底是毋是阁有稳情？阁爱等警方查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